來是台南一個20歲大不倒的太太，昨暝騎機車，為了要閃一台路邊拄啊駛起行的汽車，撞去下弄到頭前的機車，摔倒在地。後壁一台汽車袂負閃，全甲搞過。搞着人的駕駛竟然是做伊走。大不倒的太太即擺佇家互病房搶救，若不倒底胎兒救無轉來。收回大不倒的媽媽騎奧多擺，無細里下着頭前車規人倒毀內車道，後壁轎車袂負閃，當場甲搞過，落尾駕駛竟然閣逃走。救護車趕到場，看到大不倒的媽媽倒佇咧土骹，血擦擦地。其他民眾驚伊閣一擺受傷，趕緊摕附近點雞的爐灶圍佇咧邊仔。有心的媽媽心臟總停去，救護人員甲伊扛起咧燙架，趕緊做 CPR 急救，送到病院嘛，趕緊破腹，胎兒已經無咧喘氣，嘛救袂活。停路邊也無拍風燈，路邊要吹也無拍風燈。車禍發生佇咧昨暝9點外，台南北區西門路，頭前騎車的民眾敢若為着閃路邊起步的車，放慢車速，後壁20歲姓李有心的媽媽無細里挨着頭前騎車的民眾，才將倒毀內車道，後壁轎車當場甲搞過去，駕駛頓停幾秒，閣駛車逃走。人送到病院了後，北來30個禮拜胎兒保袂掉，媽媽經過搶救，即馬閣倒佇咧家護病房咧救。另一自小客車駕駛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，經通知後已到案說明。警察調查有心的媽媽無駕照騎奧多擺，會做伙通知救人的駕駛和當時路邊準備起步的轎車駕駛到案，要來調查規件車禍偷來尾去發生的原因。專案依照引起事故逃走、過失傷害等罪嫌，函送偵辦。